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2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8节到19节。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11节。约翰福音第1章19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大声疾呼。上帝的先知出现了，通常是因为以色列人民他们背离了上帝的道路，敬拜偶像，然后去得罪上帝。因此上帝就差遣他的仆人先知来大声疾呼，要这些选民预备好悔改，归向上帝。不但如此，上帝是蛮有慈爱怜悯的上帝，他差遣他的仆人先知发出安慰之声，并且大声疾呼，要他们悔改，回转向上帝。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11节这样说道：我们的上帝说，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，要安慰他们，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苦难已经够了，他们的罪已蒙宽赦了。我上主已经彻底的惩罚了他们的罪。有一个声音喊说，在荒野上上主预备了道路，要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开辟大道，每一山谷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低不平之地要成为平坦，崎岖的地面要成为平原。那时候上主的荣耀要显示出来，全人类要看见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有一个声音喊说，去报消息。我问，报什么消息呢？要宣布人人像草芥一般，他们的美丽像野地的花。上主吹起了一阵风，草就枯干，花就凋谢。人跟花草没有两样，草会枯萎，花会凋谢，但是我们的上帝的话却永不改变。耶路撒冷要登高山，报好消息；西安要大声呼喊，报好消息，要大声喊叫，不要害怕。告诉犹大的大小村庄，你们的上帝就要来了。至高的上主要带着权柄来临，他要用全能治理天下，他要奖赏他们，他要拯救他们，他要像牧人牧养羊群，他要聚集小羊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他要慈祥地带领母羊。新约的先知施洗约翰，他在约旦河边也大声疾呼，要以色列人悔改向上帝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了上帝的道路非常的久远了。在旧约与这个新约之间有400年，大约400年的时间，没有先知的话语赐给世人。因此我们看到施洗约翰非常紧张的大声疾呼要悔改，并且说明他不是基督。他甚至引用以赛亚书的话来提到，旷野有人大声疾呼，喊叫修直上帝的道路，来预备领受救恩。约翰福音第1章19节到28节记载了施洗约翰的话。以下是约翰的见证。当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派遣祭司和利未人去见约翰，问他，你是谁？约翰没有拒绝回答，却坦白承认说，我不是基督。他们问，那么你是谁？是以利亚吗？约翰回答，我不是。他们又问，那位先知吗？他再答，不是。他们接着说，请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，好让我们回复派遣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什么人？约翰引先知以赛亚的话回答说，
我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，为主修直他要走的道路。法利赛人所派的那些人质问约翰，既然你不是基督，也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一位先知，那么你为什么要施洗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我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当中，是你们所不认识的，他在我以后来，他就是要替我就是要替他脱鞋子，也不配。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的对岸伯大尼，就是约翰为人施洗的地方。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8节到19节。上帝啊，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，求你赐王子你的公义，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人民，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。愿全国享受太平，愿前民共尝正义，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，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，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。只要太阳照射，月亮发出，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。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，像甘霖滋润大地。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，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。要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唯有他成就奇妙的事，要永远颂赞他，荣耀他的名。愿他的荣光弥漫大地。阿们，阿们。感谢慈爱的父神差遣先知提醒我们要悔改，要预备主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领受救恩，来归向上帝。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